哦，浓的一点呢。我们现在天哪，这个是9万元。那你的洗的可以。是重庆传统名小吃，素有“天下第一本”之美名，现已风靡全国各地。长期以来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，令人百吃不厌。重庆酸辣粉系纯天然绿色食品，主粉由红薯、红条、豌豆按最佳比例调和，用传统纯手工肉制而成。买一送一，健步鞋的鞋底便用高强度 PPG 材料，防滑耐磨。